7组37个设计打造的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，场馆包含成棒的主妇球场、小棒的主妇球场以及2个练习场。经过精英设计甲软实力的工程，是台湾排头前软硬体兼具的场地，也是全国唯一得到 WBSC 认证的球场。不过，原先主球场是设计铺设天然的草皮，因为考量到后续维护因素，市府决定改为人工草皮。如此也让议会公务委员会相当不满，认为市府无顾虑到运动员健康，同时也质疑敢是为了要办演唱会才改铺人工草皮。教练没有一个说人工草皮比较好，都恁讲的迄个对球员的弹跳不会有不规则弹跳。废话，那当然是了啊！那伫咱地摊顶面拍球时，那开始弹不规则弹跳。那什么叫做挑战？什么叫做挑战？什么叫做对运动选手的挑战？迄拢是一个挑战。今仔日伫奥运会，这些选手不是都在平整的场地里面打球诶，是你们维护的问题啦。你们做这个人工的草皮，其实是在缩短球员的生命，你们知道吗？人工草皮下面的基底是什么？通常是 concrete 嘛，混凝土嘛。那大家在混凝土上面跑动，是不是他的膝盖、他的脚就会承受更多的压力？所以为什么我很不喜欢铺 PU？PU 就是在伤害小朋友的脚啊。北部的天气跟气候跟南部的是完全不一样，那实质会发生的状况跟情形也会不一样。那当时你们做的报告是怎么样？你要提出来给大家当说服大家啊，不是讲你今仔日讲啊，我得去采访说其他县市的选手，他们觉得是 OK 没有问题。但是你要了解讲，因遐的天气甲气候，甲咱台南是无共款的啊。不是他们那个球员想要的，这伤过喊嘛？你敢不知？外口拢讲你要办演唱会而改变啦。针对议员提问，体育局主秘陈崇义也回应表示：办演唱会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我们发动的原因。刚刚各位议座也都提了，其实人工草皮也可以，天然草皮也可以办演唱会，所以我们真的不是为了演唱会才去变更这个场地，单纯是因为它未来维护的成本，刚刚公务局的简报里面也提出来，1年的维护成本差300万。体育局长陈良田强调，专案经过专业评估，观摩天母球场以及台北大巨蛋，基于亚太棒球村会当有整体营运效益以及永续发展，才变更为人工草皮，而且会当客制化，以选手安全为上悬的考量。台南市体育局原定伫咧6号市政会议上提出人工草皮建议，目前因为议会公务委员会会刊离法庭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